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， 又叫子瑩道長，我哋繼續啦。首先呢，我哋要嚟睇嘅係化祿入咗命宮，你嘅人生呢開始就好似站穩住腳啦。核心唔係自信，而係穩定。命宮代表你自己嘅認知同埋呈現嘅方式。當化祿進入咗之後，你會感覺到自我認同感增強，內心嘅拉扯呢就減少咗。做選擇嘅時候更容易獲得周圍環境嘅支持。譬如話你可能以前你一直猶豫緊嘅嘢，要唔要喺穩定嘅工作裏邊轉向自由嘅職業呢？咁喺2026年嘅你，唔單止可以落決心，而且好快就可以接到第一個非常之似樣嘅項目㗎。你嘅屋企人嘅態度亦都會反轉過嚟，你試下啦。你並唔係突然之間變得厲害啊，而係你嘅決心同埋行動開始俾外界接受啦。喺呢度我俾你嘅建議就係大膽表達出你係邊個，用呢一樣嘢作為你嘅核心競爭力，唔好再模仿他人啦。我哋再嚟睇化祿喺兄弟宮，你唔再靠硬撐嚟到去穩住個局面。兄弟宮係代表住平輩、同事、合作關係，仲有資源嘅流通。化祿進入咗之後，適合你嘅夥伴助力就會自然出現啦，資源亦都會變得順暢。譬如話你想推進某一個項目，喺過去呢，可能要求人合作係好難嘅添。嚟到2026年呢，有可能就出現一個人，正好擁有你所缺嘅技能，又或者係資源，而且對方亦都覺得同你合作係好好，係好順嘅，願意主動配合你。你唔係有咗某個超能力，而係你入咗去資源匹配嘅頻率裏邊。所以2026年你唔再單打獨鬥，你嘅人生適合組隊升級。我哋再嚟睇化祿進入咗夫妻宮，關係從情緒走向價值。夫妻宮代表嘅係一對一嘅重要關係，佢唔單止係婚姻，亦都包含埋穩定嘅合作夥伴嘅。咁當化祿進入咗之後呢，關係就會從消耗走向滋養，彼此會成為實際嘅支撐力。你會發現過去你同你嘅伴侶可能因為小事而嗌交，但嚟到2026年呢，你可能自然就會揾到一個更加踏實嘅相處模式。譬如話，當一方喺事業做緊衝刺嘅時候，另一方就會主動地承擔更多嘅家庭事務，而且彼此係冇怨言嘅。關係唔再係情緒站立，而係更加嘅理性同埋互相嘅體諒，仲要變成係互相可靠嘅後盾啦。請記住，2026年只係值得經營比你更好嘅關係裏邊。我哋下集繼續。